过去这几个月，因为凯比风台甲三度2风台小连续来影响，菜的价销是有较称悬。然而最近又有风台要来，业者认为叶仔类的菜色会阁起价。另外，这礼拜6、礼拜5月天等等的歌手，本地是要伫咧花莲办公益的演唱会，希望会当带动民众去旅游甲观光。不过，县府讲，因为惊风台一来，即马确实是已经有民众开始咧退房啊。工作人员当咧搭建主舞台演艺，数控3大地动省长花莲观光，由5月天发起的一路向东公益演唱会，这礼拜6伫玉里镇花莲市开场，免费入场，希望振兴地方经济。即马煞因为风台可能直接侵台，花莲县政府证实有陆续已经退订。有收到一些我们的旅宿业者告诉我说，其实有人在做退房的。遇到这样的一个天然的这种台风，我们老实说，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。大家还在观望这个台风状况以及交通状况。那目前全县平均订房大约60%左右，退订的不到5%哦。相信大家都还是希望演唱会可以如期举行。5月天所属公司伫并且打出，最后5日特别开唱风台赶紧退山等阵容机台活动如期举行。同款可能受风台影响，也有菜价。过去几个月，受凯比甲三岛的风台连续影响，10月初，大台北菜市平均每公斤大卖价突破60块，创历史新高。除了厂因为好经期较长，每台斤大约也伫290块高点之外，多数拢回稳。也毋过随空瑞风台赶紧拖上结束，叶菜类恐惊先受影响，继续可能翻倍。大概会买豆类的，因为可以放比较久。对，叶菜类的，就是比较会少买一点。先准备吗？应该吧，应该。总该准备了吗？对，应该这些比较耐用的啦。有了拜日开市，会有一波抢菜条，有民众已经先提前备货。农业部农粮署指出，进前雨风台省长的南部山地，多数全部复经继续回稳。农业部会密切监控空瑞风台动态，适时释出两种菜色稳定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